Good. Yeah, it's good. Okay, go. Hey, this is Matsan, and welcome to our culture section. Culture section. Today there's gonna be like a Taiwanese TV Yeah, the channel. Hakka It's called- TV. Yeah, Hakka TV, and the channel name is called 做客他乡。现在呢，他们终于要来波兰了，我就觉得好开心哦，自己在这边都没有朋友，好孤单。I'm so lonely here. I'm very excite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ecause we're gonna. Super excited. Yeah, we're gonna bring them to see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n Warsaw. And it's like, oh my god, what time is it? I think it's the. That's almost the time, I think. So I'm going right now. What, right now? Yes, You're right not now. ready? Just remember the time. In half an hour, you should go. Bye. Bye, hey. Okay, 你好，再见。珊珊。离台湾有8000公里安远的波兰，你在用足太多新创的铁器，我无论的空间，还个新温度的距离，像离台湾东远，还个东上所。不过，你可能是读过有名的宫廷私人小班 ，TVB 得到诺贝尔奖的西门的基里夫人，还有天文学家郭柏年。不过，你可能唔知佢条做嘅波兰人嘅骄傲。今日天在向前跳下掀开波兰的神秘面纱。你好，珊珊对不对？特别从台湾带过来一些台湾的名产给你。袋子也太可爱了吧！我们客家电视台的袋子，很可爱哦。很可爱它，logo 里面的话，很喜欢。其实就是我特别从台湾带过来台湾的米给你。感动，太感动了，感谢。那我这边其实有准备一个小礼物。哦，你有一个小礼物，来，就由你来拆吧。他说带礼物给我，就带朵花给我，这是向日葵吗？对，它是向日葵，这个是可以拿来吃的。这个可以吃，要怎么吃？像台湾是不是都会直接卖一袋一袋那种葵花籽啊？这个就是葵花籽，只是波兰人就是整朵花摘下来，就按理这样就可以吃了。是吃的，就像我们吃瓜子这样吃。哎，真紧哎，真的哎，好奇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哎，谢谢，这好特别的东西哦对啊，真的没坤过。那我问你一下，我要说谢谢的话，那我波兰话要怎么讲？叫做君苦耶，君苦耶，君苦耶。那你好呢 ？Cześć。那我们是刚认识嘛，所以说你好可以用比较正式的方式叫做dzień dobry。dzień dobry。dzień dobry。对介意来嘅珊珊，因为一团伫波兰写成教中文、英文的国际学生计划，听起来佢留波兰嘅缘分。带定欣赏你对世界的好奇，留唔敢违行嘅表示，顺势啲华沙科技太走这条路。有限嘅时间，还个好老男朋友到波兰慢慢嘅留了，去短片留大家分享，喺当地嘅名录平台系有名嘅哦。哎，对于市中心这片高楼，我发现那边的建筑物跟这边的怎么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在华沙，它是以前战时的时候，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90% 都被摧毁了。哇！对，所以在那之后，对，在那之后要重建。那其实就是全部的 base 那个基础就是从旧城区开始。那其实新世界街这边是新城嘛，然后这边一直往后延伸的话，就到旧城。对，所以这一整区都是比较古式的建筑。哎，可是我看这边建筑物还蛮新的啊。对，因为那时候是在战后呢，他们有找一些艺术学家、历史学家，就照着以前华沙在战争之前的照片，就照这个照片重建。对，因为他们想要把华沙就是改回去原本以前的那个样子。那后来是共产时期嘛，是俄罗斯人在统治这边，那他们中间有一点 argue， 有一点纷争，因为俄罗斯人就想要照他们的建筑去做，他们喜欢那种很富丽堂皇啊、很黄金啊，但是波兰人是很 patriotic、很爱国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很努力的去跟他们 fight， 然后最后就留下华沙原本的样子。哎，你对波兰的历史怎么这么了解啊？没有很了解啊，因为毕竟身边很多波兰当地的朋友啊，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一开始这样带着我到处去逛，到处去讲，所以也是这样慢慢的学起来的。不过你这么年轻，你才24岁，而且你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念的是英文系嘛？对。那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来到波兰这里？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在大学最后1年的寒假，我就觉得，就人生最后一次寒假，我一定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又觉得如果只是去旅游，又有点可惜，所以我就决定去参加那种海外实习的计划。对，然后那时候就头上，我就特别挑了东中欧国家来选。对，然后那时候就有选择是波兰，然后塞尔维亚，然后大家就跟我说波兰的经济环境啊，然后生活品质跟台湾比较相似，所以我想说好吧，那就去波兰。
所以你现在喜欢滑沙吗？我现在很喜欢，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马马虎虎。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我进来华沙的时候，你就是到市中心嘛，你看到的就是那些摩天大楼，那我就会觉得就跟台北一样啊。那在台北读了4年的书，我也觉得就看腻了。但是呢，就觉得这个城市可以当成首都，一定是有它的特别之处嘛，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起探索这个城市，然后就看到很多比较有人文艺术气息的地方啊，然后河畔边啊，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让这个城市很可爱的地方，所以后来就渐渐喜欢上华沙。是由壮游巴黎好名声的华沙，伫展现意思百乡对家乡的情感和记忆，伫往里往壁度国起起来。记着自发性保护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同受到国际的肯定，本也全新的路上去，变作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度的特例，主体变作欧洲古上保护的模范，涵盖华沙人千沙皮的所在。等下，古鲁统要变韩国了，可是看起来有新有旧，这全部都是重建的吗？其实波兰人他们对于过去是很执着的，波兰人他们很念旧，你可以这样讲，所以包括是这些建筑，他们都还是会希望可以维持原本华沙的样子，所以他们不会想说我们要用一个全新的风格去改变这些建筑。跟你的对照片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嘛。1年多时间。那你自己的生活观察的话，你觉得波兰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很爱国的、很团结的一个国家。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波兰就是给波兰人住的，就是会这样子。有这么强硬吗？会，有时候会这样，有些人会这样子。除此之外，他们其实战斗性也很强。就是只要是他们觉得我是对的，我有理，那他们就会站出来去理论。不管是在公司工作啊，还是在一般生活上，都是这样子。对，然后像我们亚洲人比较像是以和为贵，就好了好了，算了算了。那他们就完全不是这样。女生来讲也是，他们的女权主义、女权意识很高涨。所以很多那种女权运动者啊，他们都会跳出来说我们女性应该平权。然后我觉得那种程度其实是比台湾程度占更多一些的。那你勾了的时间，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有点隔阂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尤其呢，因为我男朋友是波兰人，然后走在路上人家就会侧目，然后尤其是女生，她们就会有一种抢了我们家的男生的那种感觉。真的假的？对，然后有时候女生还会那种这样打量，全身打量你的那种眼神，对，也是都常常遇到，或者是会直接说这是什么？这是哪一国来的生物？也会有这种很鄙视的话，其实还是会有。虽然说整个波兰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open 的，但是偶尔就是一些特例还是会遇到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比较有一些人还是会抱持守旧的观念，比较排外。波兰人的脱离老恶，对历史来看，可能是听错袂嘅。波兰因为做喺平庸，无体制的保护，又因为顺条的国家上的是特嘅，是300消失的世界地图档。一直到1918年，才结束了123年研究的进展。复兴国土，8年来波兰人的团结，大家都看得到。不过，想要成立波兰，清楚都唔得边个拜访，姗姗地当地亲访的朋友啦。Hello， 嗨，你好，我的名字是 Mateus。哦，我的名字是讲中文嘛，钟汉，你好。Yeah, that's his Chinese name， 钟汉。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定来波兰来华沙一定要看的一个地方。它里面呢就是肖邦的心脏，你知道肖邦这个伟大的波兰音乐家，对，他呢其实是在巴黎过世的，但是在那时候过世前，他就说我希望至少我的心脏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就是华沙，对，所以那时候就把他带回来这边，心脏就放在这里。所以他现在他真的心脏也还在里面。对，不过我觉得是因为肖邦自己他的遗言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回到这边嘛，对，所以当然就是他是一个对波兰有这么伟大贡献的一个音乐家，所以大家就是 follow 他的遗愿，把他带回来。那其实波兰人很重视肖邦这件事情，你可以在机场的名字看到，因为华沙的机场其实就是肖邦机场，对 ，like even the airport is called Chopin。波兰是肖邦写下来的成就，也是佢一生人创作的养分。当多人都会因为肖邦，将进一步认识波兰。全球还有众多的旅行人为咗怀念肖邦，来到一只30交通。虽然39岁早早就过身了，不过肖邦留门4年，算唔清感动人嘅乐曲。佢对故乡嘅爱国之心，和真正嘅引领波兰人嘅新国度。因为其实波兰人95% 都是天主教徒，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被受洗，就直接带去教堂受洗，所以基本上每个人出生都是天主教徒。You're born in Poland. Yeah, I'm born. So 他也是信天主教吗？ So are you Catholic? No, I'm not Catholic. Oh, Actually, I'm an atheist. Yeah. Atheist 无神论者。
哦，可是不是讲说95% 的人都是他？ Well, officially it is because of the older ages. Like I am officially a Catholic. Yeah. Yeah, because it's like when you enter the church, when your parents take you to the church after you are born, so you are officially a Catholic. But then you can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So 那在你的经验里面，你的亲戚，譬如说你的父母亲啊，这全部都是天主教徒吗？ actually, I would rather say like every man in my family is an atheist. Yeah, and female are rather Catholic or believers. Yeah, kind of this. 所以他家里的就是男生，他的堂哥啊、爸爸啊，所有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女性的通常都比较是遵守传统，所以还是一样会说去教堂啊，还是一样是信天主教的。那像他这样年轻人的想法多吗？ Getting more, but still lots of religion people. Like people want to be more open to the society right now, and I don't even have to mention about the homosexuality, right? But these things I would rather say like religion is still like closed-minded, or too conservative for some people.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the science. Lots of students they might think like actually religion doesn't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 so they might just think like the God doesn't exist because of scientifically we cannot prove that. 可能用一些科学论证来证明，有点眼见为凭的感觉。对对看唔到的东西啊，就冇乜嘅相信，就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相信。对，没错，没错。随着当地落伍嘅宗教规范，充满他务实向用无神论嘅香港人越来越多。虽然天主教徒嘅比例当然减少，不过波兰还係歐洲虔虔誠嘅國家之一，還連無神論嘅波蘭雜學家阿東沙夫都是講，大家波蘭人主義，佢哋神法度輕重要嘅係上帝、尊嚴、和主權，就太有啲咧。啊，那边草茶没有车站啊？没有，就直接这样上去。直接上去就可以了。对对对。你跟你来下完用到这。这边就放进去，然后拿出来就好。哇哦！我刚刚看了一下票，我就很好奇。上面写20 million ticket，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自己设计我们的悠游月票卡。这照片蛮可爱的。对，所以你就把自己想要的背景寄给他们，就 OK 了。把自己的背景寄上来。对啊对啊，像他。Can you give me your card？ 哇，好奇妙！那感觉这腿蛮都在抛一哈，我们台湾可以学一下。对啊，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刚看了一下票，我就很好奇，上面写20 million ticket， 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像在台湾，我们是算站嘛，一站一站，我坐一站，坐2站，然后多少钱？那这个分钟要怎么算 ？So it's valid for 20 minutes. Like you can take any kind of line, any kind of tram, just for 20 minutes or 70 minutes, depends on which ticket you will buy. 所以他们第一个就是20分钟的票，然后再来就是70分钟的票。对，所以你这70分钟内你要搭多远都可以，然后这个是20分钟内你就都是行，去哪里都行。你要下车再上车，同一张票也行。也没多带的。对。到底波兰这边他们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像台湾我知道可能有捷运啊，有公车，有火车啊。那这边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有电车，还有高铁，但是它是在城市内的。火车，对，我们叫高铁，就可以从东区到西区很快。对，然后还有公车，就还有地铁这样。等一下我们会搭到捷运。哎，第二天买票，没老那公车一样，它是算分钟。它也是算20分钟的。这个也是算20分钟的。你进去的时候，像我们的卡去逼嘛，然后去刷，然后出去的时候你就直接出去这样。哦。对。按哪哦？对。他站自己算的，对不对？对对对对。我查了嘞。那边查不用多吗？车多吗？车多。其实，在每大概3分钟就有一班车。懂查喽。哎，那边捷运收银有没有懂墙里也是蛮干净。对啊，真的是很干净。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可以自己设计我们的悠游月票卡。这照片蛮可爱的。对，所以你就把自己想要的背景寄给他们，就 OK 了。把自己的背景寄上来。对啊，对啊，像他。Can you give me your card？ 哇，哦，就是把你自己喜欢的图案、图腾把它印上去的话，对对，就变成你自己客制的。好奇妙，那感觉一个腿蛮都在抛一哈，我们台湾可以学一下。对啊，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是把那种冷冰冰的卡片，可是你用一点小巧思，其实就很有自己的味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也不会被盗用嘛。对啊，反正照片啊什么背景。珊珊讲，虽然英文伫波兰无按流行，不过除咗也之外，落台湾差唔多嘅国家，稳定嘅资源，落淳朴善良嘅人民，係旅行人为咗游族千金之嘅选择之一。平常顺便 Vispa 河巴顺散步，就係佢條兩沙啲華沙千強上嘅時間，咪係當地人禮拜六日休閒嘅好所在哦。刚是来到波兰鸦片的时间哦，你有想过你会黑到鸦片吗？你有想过你会住在波兰这里吗？其实没有哎，就最一开始的时候来这边实习嘛，也是只有2个月，然后2个月就觉得，我就来这里冒险啊，看看世界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我以后会定居在这里，完全没有。用在烟来2个月而已。对，那是怎么认识马塔维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派对，所以我们在派对上认识，然后聊天感觉很好，出去约会就在一起了。就这样，我知道听起来非常廉价，感觉一切过程是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快到我家人都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人是不是坏人？I want to ask you why you so interesting about the Asian faith. I would say like personally, I think they are very cute. Comparing to Europeans or just Western girls, they are like way more cuter. And also, they always look young. Like, for sure. Like, no matter how old are you, you always look young Yeah, for me. yeah. And our Western girls, More mature. like they are more mature, way more mature. They could take heavy makeup as well. Yeah, And since they're high school. Yeah, you don't. Yeah. 我估计我过 SM 也看起来就比较成熟一点，他觉得亚洲人也比较可爱。可爱一点，对。那你自己呢？你是读英文系的嘛？对你是本来就对西方的男生比较有兴趣，那有想过说自己会交一个东欧的男朋友吗？其实先第一个来讲，就是波兰他们本身不喜欢被称为东欧国，他们反而会喜欢被称作中欧国，因为他们以前你知道他们以前是共产时代，然后跟俄罗斯这些是有很大的紧密的关联嘛。那现在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想要脱离这种关系，然后逐渐迈向西欧，所以他们会比较喜欢被归类于中欧国的感觉。那针对刚刚你的问题呢，我本来就是也不是崇洋媚外，但是我就是对这种欧美男生那种蓝眼睛啊、金发，就是觉得很帅，就像有女生觉得韩系男生很帅嘛，很花美嘛。那我就是看那些电影啊什么，就觉得哇，好帅啊，又好高大，所以有一点憧憬，就对。是有一点憧憬，没错。但是我是没有想过自己到波兰旅游的时候就会认识他，然后就会交这个男朋友。分别中意东西方文化嘅兩沙，同有緣分，一段冇強過嘅戀愛。雖然本珊珊嘅旅行計劃為了一直台灣，但冇想到帶佢沉入波蘭，一段人生路上嘅美好意外，小心大膽，無限制自己嘅態度，就係本珊珊勇敢行入世界嘅原因。哦，你修改亚跟秘密景点真的不会查哦。喜欢吗？还不错，所以波兰鸦片是蛮重视休闲的国家。对，应该说整个欧洲，他们都是很重视生活跟工作平衡的这种概念。因为就很重视休闲嘛。对。那可能相对工作上就没有像亚洲人方面这么努力。对，这是真的。但是我俩就有谈过，就是欧洲这边可能经济某岸后，经济没有这么好，工作都没有这么好找。那马塔维奇呢？他自己在那边长大嘛，其实他吃到条路后勤嘛。You can find a job here, especially in the big city. But if you don't have any experience, if you are just after studies won't help you. If you are after like no experience, nothing like that, so you will find a job, but with a very low salary. So you have to suffer for this like the moment with this in low the beginning salary, as a freshman, and then try to transfer yourself to the better job. That's what I did. 一般来讲，他们新鲜人刚毕业的时候，大概会有多少薪资？基本薪资比台湾的现在22还23K 嘛，就比这个还低，还要低哦，还低，真的还低。对，然后波兰人其实大家主要大环境都会，新鲜人都会 complain 说这个基本薪资太低了，但是他们又无法去改变什么，这是一个政府的问题，大环境的问题，他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啦。那你在这边，你现在有工作了吗？对，我现在工作。其实说实话，外国人在这边是相对待遇比较好。我会讲英文，会讲中文，其实就是一个很优渥的一个怎么
说专长特性。但是呢，要说实话呢，波兰这边课的税也重，像台湾的税好像是5% 吧，对，那在波兰的课税是课19%这样。父母方面呢，七嘎一场你勾了，其实他已经算蛮担心的。虽然说他们对你是很有信心，对，可是他们对外国这个环境其实相对来讲是不可能像你这么熟悉嘛。对，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旧观念，可能停在波兰才从共产时期结束没多久这样子，但是就是渐渐的，我会让他们从照片啊，是从对话中啊，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在这边过得很好。然后像我们在 YouTube 拍影片啊，他们也会从动态的我看到我过得很好，会很健康，对我过得很开心这样。所以他们现在从一开始反对，到后来渐渐的就支持。然后他们也看到说，这个男生其实他也是很老实啊，很诚恳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也比较安心，觉得至少我有一个人跟他的家人在这边照顾我。打通日常生活的影像分享，係珊珊全部野外的平安心。希望透過啲愛種的記錄，留我看人分享佢嘅打通理場，六上無腔嘅文化調適，行家做啲老生活嘅一切，創造出東神奇嘅變化，未係名有清奇睇嘅邏輯。因为用时黑那个想法，会想说要用 YouTube 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异国恋情的差异性，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毕竟波兰跟台湾真的是有很多的差异性，所以借着这个影片，我们可以让他看到台湾的美，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波兰。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然后我们平常本来就很喜欢在镜头前在那边打哈哈，所以就是让大家更看到我们，更了解我们，然后也从网络上多交一些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管道。所以我们就因为在一起，所以就更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那你自己的眼界也展开了很多嘛，你看到的不只是台湾人看出去的眼界，你现在可以看到欧洲人是怎么看世界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一些优点跟缺点。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他们欧洲人就是很随性啊，那我们就是很有组织性嘛，他就会学着我，就是可以把事情规划的比较有计划一点。然后我从他身上学到就是我们可以有时候比较有弹性一点做事，出去玩可以比较随性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异国恋的优点。我看到很多在台湾的小朋友啊、高中生啊、大学生啊，他们都会说，我以后好想要去国外打工度假，还是去旅游啊。我觉得你人生就这么一次了，你大学毕业就冲吧 ，Go for it, run away。对，你以后可能开始工作没有那么简单，说想走就走，可能很多很现实的因素，你就自己打工存钱嘛，存一个机票钱，去就去啊。你流浪街头，你还是一个经验，你还是有很多人生故事可以讲。对，我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尝试人生才值得。人生总有一摆，唔好变过任何梦想，唔好留下任何遗憾。烏托家林懷民是講，向上嘅流浪係一生人嘅養分，透過流浪開拓視野，可為老自家對話，並也同普通嘅立場，未會因為路向獨到嘅人、事、物變到唔平凡。全球化嘅浪打定過來，面對未來，向上時代有眾多面向嘅選擇，比起留啲原地踩踩踏踏，行家應該勇敢行出去。有反言面凶呢，英国会做雄记哦，做雄记 ，Hello， 嗨，我是总亨，哦，那你在生你嘛？对啊，哦，好可爱哦，不过阿奶奶又你啦，哎，老公翕会，还捞过一哦，好，你飞得出来这样来哦，你好，你好啊，在哪边？在哪边？哎，这能见到，总亨，你好，哦，那飞你真的好可爱哦。这边其实我觉得蛮有台湾味的，我一进来就看到油纸伞，有跟中文师没有啊？对啊，俺爸爸写的呢。啊，要你爸爸下来啊？对啊飞你他们给台嘞。你好，你几岁？你5岁对不对？不是。很害羞哦，很害羞。姐姐你几岁？我1个岁。姐姐5岁，哎，中文讲得很标准哦。还不错啊。平常就是会用双语的教育。嘿，啊，提鲁卡鲁讲中文。哦，地夫卡要讲中文。嘿，从来讲中文，从爸爸讲波兰话。哎，台姐啊，你天发某瓜天呢？你天发怎么？我应该同妈妈视讯啊，呀哈同妈妈视讯。哎，小朋友说婆婆好。好唔多嘞。啊，看到，那喺台湾来嘅做下台中主持人总分啊。哦，你冇咧加到暗宴来咯。暗宴莫过来可以下呢。啊，不是小莫啊，加到暗宴啊。落
老公吼，人媽講你就鼓勵如何嘅，唔是鼓勵入片。哦，你冇唱講，帶佢過來看下，我上愛會暗戀。我80歲，我80歲，我80歲。我70歲呢。我一禮拜3拜視訊啊。哦，3拜就老給視訊。哎呀，所以有點其實沒有什麼距離啊。不一定時間按到會做乜嘅事情哦。愛做乜事情？對啊。新年了啊，帶新年去串門子啊。串門子。喺連上嘅，圖的新年圖新年了，愛的開年圖新年功法。你們來英雄底波哦，外國人可能西方來講的話，可能會比較熱情一點。不過波蘭那邊說他 TPM 誒，頭擺喺空燦動誒，那這邊人會不會比較，好像說有？我來要保守我，我突然講法講不久。跟你領沙差不多問幾久，你這樣會答應說啊，好啦，我來你家玩，或者你來我家玩。兩三個月。啊？兩三大月？係。問到按久，你還真有耐心。啊，有時就安尼啊，有的人啊看人啦，有的人個假，有的人個慢喏。祝祥子講，因為波蘭人嘅身體保守有禮貌，迄個話真經容易記掉，是要時間慢慢培養。對平常女配嘅來嘅祝祥子，現單喺台灣做英文先生，為到老老公做盤拼事業，決定駛到波蘭來，除咗家庭以外，老連生嘅交流分享，係佢老當地接軌嘅親好方法。哇！對啊，波蘭人都會按。所以經過63天之後，我看資料好像說他們85%的城鎮都被毀掉了。就是希特勒就生氣啦，你不敢輕易。所以他們決定完全要燒掉，一棟一棟房子，一棟一棟燒的。一棟一棟燒。對對，不要讓那個城市再跑出來。你就想說要讓波蘭人就一蹶不振。哇！對啊，波蘭人都會按呢。有客人的時間，我準備各種，我媽媽盧卡做各種結婚安尼。You made it by yourself? Yes, of course. 每一個波蘭女人都會自己做蛋糕。What you prepare for me? It's a carrot cake. 紅蘿蔔蛋糕。夠是的。哦，和 TPM 的，跟你公司很用的時候是卡下來。有一擺，我來發燒，我就安尼送我來安尼銀行，我出安尼銀行，我看到伊，我講。我來發燒誒，伊就講哦，我啲哦，我有個先生哦，一副來天發，哦，幫我去找那個醫生，這樣子，誒，個節日講個頭髮誒。有時間我都看到一流啊，我都看到鄰居安尼行來行去，有時間我看到卡夏要講英文，我都去陽台哦，假裝曬衣服安尼，嗨卡夏安尼講法。你在破皮的嘛，跟演戲一樣哎。沒有啊，有時間就安尼啊，有時間咩，你會找一個機飛啊，推燈講法。給公司啊，你按年請到給大酒夫按呢，你就嚇到嘛。Yeah. This were my thoughts exactly. 有一點點。Why? Because Polish people are, I think, more close. We live our own lives as a family, as small families or big families. You know, northern part of Europe is very cold, and sometimes we are as the weather. We are rather cold. 天氣的關係。Another part is that our historical background, unfortunately, taught us to be very conspicuous. We had to be unsafe about our lives of our families. So it made us to behave like that. But luckily now we live in a peaceful environment, so changes. 不是你让他凝视了那个路易斯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在社区里面好像大家产生一点化学变化，就大家比较热络啊？ Yes, of course. Louis is a very open person. How to make people more open?
who invites people into her life, into her home. Her home is always full of the children, and she's never tired with it. And it also makes me to know my neighbors better, my Polish neighbors. Really? So she's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mmunity. 你看，第一年的 great woman。台湾人热情、喜爱的民族式，不注重家庭运势的波兰人，一开始遇到的难适应。不过，没因为族兄弟安尼的性格，但不零沙之间，仍然慢慢甲来去的气氛，悄悄的发落起来。一条无简单得来的友情，就会给啲爱动动真下的缘分。接下来，族兄弟会带你去拜访适合伫台湾的波兰朋友阿加先生，来想透过佢的历史专业，因到底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华沙。我听人家说，好像如果你要认识华沙真正的历史的话，一定要来这个华沙起义博物馆。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就是我想讲那个为什么他开始那个起义，华沙起义。二次世界大战快完了，苏联军队他们靠近那个维斯拉河，然后从西部也是那个其他的，美国跟那个英国他们开始赢了在那个。对，帮了他们。对，所以一部分也是要大家觉得，一定我们如果开始自己起义在这里抗议那个 fight for freedom， for 自己的那个自由，所以他们想这样。第一个，第二个也是，很辛苦。那个时候，生活在华沙蛮辛苦，很多人开始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德国的希特勒那个军队的那个高压很大。常常，比方说，你需要到10点晚上回家了，回去。如果超过那个宵禁那个，如果超过那个，每一个随便的人，如果抓到放在监狱里面，把他们杀死了，还是送到那个 concentration camp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非常压力蛮大，大家是开始觉得够了，像，所以要起来反抗，为自由而战嘛。所以经过63天之后，我看资料好像说他们85%的城镇都被毁掉了。失败之后，确定宣告失败了，就是希特勒就生气啦，你不然敢起义，我就把你毁。所以他们决定完全要烧掉，一栋一栋房子，一栋一栋烧，一栋一栋烧。对，不要让那个城市再跑出来。就想说要让波兰人就一蹶不振，后来就是那个德国军最后还是也是失败了嘛，那苏联进来，对，然后就开始共产主义40多年了，对啊，他们就常常说那是他们失落的40几年，他们要是没有这个40几年，也许他们现在也是像德国啊，或者是英国，就是也是那么强。那战争也真的好可怕。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我觉得路易斯应该也是一样，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战争的年代。为了推翻德国纳粹对华沙的占领，1944年波兰铁下军与苏联结义，合作让德国救出波兰。没想到肯定就会赢嘞，苏联军却临时唔愿出击掉，苏联军再将啲上岸，斯等等好看的道路。波兰以是军民团结与下水道的游击战，用德国1/5的军力。持续带来63年研究，也从2战侵台的反恐战争，变希特勒东迁，爱本华沙对地球上永远消失，也免造成了华沙灭杀的主要原因。也间起义博物馆，除了纪念20万波兰人的牺牲，要随时提醒点波兰人，唔好听不听为国家、为自由战争的敬爱。因为那杭州那一边好像都看得到这栋建筑物哎，看得到啊，两个科学文化宫。这个是斯大林的礼物，怎么说的？这个他的意思是表示他是在好像有一点权力的中心，在控制这个国家这样子，那个表示那个意思，然后也是很强，告诉大家，你看那个苏联是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强的国家，我们什么都可以弄。关系这么不好，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它铲除掉，把这个记忆就挖掉就好了？没有办法，因为共产党也是在这里那么久，对不对？44年，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种的。华沙的 mark point 这个地标啦。地标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想说，这个看起来他们不喜欢，会有那种过去不好的记忆，所以他们就很想把它摧毁这样。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也是在里面办很多展览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在里面，就是看一些剧场这样子。所以现在里面其实还是有在使用，做一些文化推广的东西。对。那个亚洲泥团馆嘛，可以进去参观吗？等一下，我带你们上去。哦，好啊。迄啲1955年嘅科学文化宫，系讲是苏联同波兰友好嘅代表。佢有早有高高啲灯光嘅俄罗斯风格，
韩本波兰人小纳做，斯塔林送本波兰嘅结婚纪念歌，虽然无提歌曲，虽然有人怀疑讲会拆铁，不过前面还会因为其嘅历史价值保留了下来，一直到60年后嘅今日，还喺全波兰千显名嘅建筑物。那边风景洞江哎，很宽哎。觉得有个笑话，华沙人觉得这边是风景是最漂亮的，对啊，因为他们懂国因为这边是唯一一个看不到这一栋建筑物的地方。你怎么会特别喜欢伍佰这样的音乐啊？在他们的歌就是放很多英文字在里面，我觉得他都没有，他就是架杠的台湾味。对啊。华沙人觉得这边是风景是最漂亮的，对啊，因为他们懂国因为这边是唯一一个看不到这一栋建筑物的地方。哪有你还可以讲哎？应该波兰会比较讨厌德国人吧？为什么我听到的概念好像是他们对俄国人比较有意见？德国人还是说对不起，对波兰的国家的那个发生那个希特勒的事件，就是对不起这样子啊，苏联忏悔，真心的，对啊。然后苏联人没有做这样子。老师，你的年纪应该有经历过共产党时期嘛？对。那你自己觉得你小时候经历的共产党时期，跟你现在生活在不是共产党时期，生活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那个时候习惯了，就那个生活习惯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太觉得是有差很多，我们习惯了可以这样子活着。可是我们知道在德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生活是不一样，有自由，你可以做这个那个。跟鸟肉公应该有经过共产党时期，他对这样子的体制下，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就像我们有一次就开玩笑讲话，就跟他说，哎，我女儿现在会波兰话，会中文啊，会英文这样子。那我们要不要再多学一个语言？那我们就想说要学德文啊，还是法文、俄文啊？我们这些想。那我一讲到俄文的时候，我老公就不可以，他就说，因为如果他要学俄文，就要去俄国做语言交换，才会那个语言才会讲得更好嘛。那等他认识俄国人，然后跟俄国人结婚，那怎么办？对啊，就是会有潜意识里面，可是还是有一点点。我觉得他们一种历史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伤痕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反应。波兰在1989年离开了共产统治，据说40岁以上的波兰人民，单都经历过共产时期2.2票买食物，人民无办法吃住的各种记忆。不过，老三体跳摆过去的历史轨迹类比，波兰人正视国家老人民的苦难，含啲地图好食，搁客气落，真经不人懂尊敬。你去吃到东方老西方啊，啲文化啊、风情方面啊，有冇冇特别冇看嘅地方哦？也譬如步调咁慢呐，有冇？有时间像爱人嗰度教养的不一样。那以前喺补习班的英文老师，你刚刚问生年哦，你这次考得怎么样？有喜欢你问的，就说哦，你这次成绩怎么样？啊，睇下片，俺妹唔识，你都会讲，你会不会骑脚踏车了？我会给他踩哦。我觉得这边重视的就是小孩子的体能啊，还有个亲子关系，刚刚这种很重要啦。用俺老公跟我喊1到5，他很少有时间出生年的 Q 卡。不过6日他一定就是完全属于他们的。跟他们都几久的时间，这个想法面当有冇该转变嘛？对于华沙到梯峰。第一年陪俺婆家这边，这边如果不安全啊，你婆婆公公他们会照顾你啊。可是你没有走出来啊。第一年我土家公家用黑的，自家俺老公4年的，第一年在华沙很辛苦。记得俺来的3日的时间，俺各上跪去，俺安尼比顿，俺妹松顿，俺都安尼。回去坐飞机，你知道还转2趟。13年哦。我先生陪我回去，不是时间来自家。这种是新光都会想嘛该，哎，我怎么让自己一个人这样子按踩高啊呢？不过我想到爸爸妈妈，嗰度说，
都会鬼去啊！你不要人生有后悔。所以用嘅當就一平時你哋安尼送到，但如果鬼去，有些人講我，有人說按同你那用佢的這片黑洞，天氣不是問題。你的如是馬鈴薯，我是按那東西用的習慣呢，我覺得食物也不是問題。你更天你更冷漠都不會向我們微笑，我覺得那個還是不是問題。那個問題就是爸爸媽媽按多些，你離他們這麼遠，這個才是問題。如果買媽媽這麼比高了，可能會呢，一頓都按多些，有比那24小時在飛機上按辛苦。輕鬆又會覺得講親情嘅封面。嘿，那個轉一個念，你就不覺得辛苦了。按路個嘛，個好啊，如果要過來路過來呀，係咪？你嘛有心理準備啊。做響指現房底下嘅母子，確實本人無感無殺，可能係因為做人阿妹變到較敬愛吧。第二兩人訪問嘅過程度，大概講到4年前，爭到華沙結婚真辛苦嘅歲月，今日是個小小嘅大哥，搶無乜解。不過，雖想起家鄉，悄悄嘅變老嘅野愛，就係離開家鄉暗影嘅做響指，真冇辦法唔掛掉，落想念嘅。我只能用一种形容词，就是叫 unbelievable， 因为我没有想过会在波兰这个地方，中欧的地方，反而遇到一个500迷，因为我自己也是500迷啊。你怎么会特别喜欢500这样的音乐啊？那个 modern 那个 rock artist 还是 pop artist， 就是在他们的歌就是放很多英文字在里面。我觉得他都没有，他就是架杠的台湾逼。对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是很特别，还是很有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喜欢台湾的这种音乐的原汁原味，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娶了一个台湾姑娘？也不是这样子。We met 15 years ago, so a long time ago. Oh, we met in 2001, I think. Yeah.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就是在餐厅，我就是那个 breakfast cook， 他就是 waitress。哦 Yeah, I guess we kind of liked each other from the beginning, so I guess we just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and that's how I essentially ended up in Taiwan. 你现在对台湾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我在台湾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我真的很喜欢哪一部分？喜欢吃的东西，我喜欢人。Taiwanese people are super friendly, super helpful. They're very, very nice people. I think this is what I like about Taiwan the most. I'm a tourist in Taiwan, and let's say I get lost. They would come to you and they would say, 你迷路了吗？你迷路了吗？你需要帮忙吗？就是这样子. You know, very, very helpful. They're very friendly. They're always smiling.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what I like about Taiwanese people. 跳擺波蘭嘅經濟較唔好，香港人單單選擇去北歐、西歐也都會蔬菜。希望前度行較好嘅業績來發展，從年喺啲外國嘅西門嘅強用，南方島國嘅熱情，為西門啲本樣嘅故鄉，感受到無強嘅溫暖。增長了波蘭嘅時間，點都還有點唔適應呢。虽然竹香姐有提到，就是回来波蘭這邊，你們生活工作，其實對她自己本身來說，沒有什麼委屈的地方。但是畢竟東西方文化是不太一樣啊。那時候你當一個老公，一家之主。你是怎麼樣去協助你老婆融入波蘭這個社會？ Of course, we had some concerns when we were coming here. At least I had some concerns because while Louise didn't speak Polish, or not, just maybe a bit, not so much. She just had a baby, so Victoria was only 6 months old, so she was very small. So we had some concerns whether she will be able to handle it. Whether if Victoria would get sick, will Louise be able to find a doctor, communicate with the doctor, if all that will be okay. So we had some concerns, but I think it all worked out quite well. Nothing really happened. Louise really handled it very, very well. We also had my family to help us, because actually when we first moved to Poland,
we only lived 5-minute walk from my parents. So very close to my parents. So if Louise needed anything, she could just take a walk, and my parents were happy to help.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波兰这边的一些教育观念跟家庭观念，其实好像跟亚洲方面也是算有一点像。我来这边以后，我就也发觉，我就想说，欧洲、美国都差不多。后来我来这边之后，我们才发觉，其实很多的父母都会试着，会想要像我们东方人一样，就是会想要留，就是有什么就会留给孩子。对，如果他们可以的话，就会留个房子给孩子啊，留个什么给孩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啊，你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有时候我们就是计划得很好。我以前小时候就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就觉得我会嫁给一个老师，然后我的一生就会这样子很平稳的度过。那可是我现在，那就遇到啦，那就也没有想遇到了，但是又没想到会搬到国外啊，可是又搬来了，就都是很因缘际会，就是你知道，就是人生它就是这样带着你走哦。你有时候还真的是不能去决定些什么，对不对？我觉得珍惜当下啦，现在就是你现在有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对。真实当下可能是人姐姐啲嘴讲嘅，不过面对跳摆嘅遗憾，未来嘅向往，真正做得做到嘅人又有几多呢？祝向志老公知足常识，本来啲人日常嘅家庭生活度感受到温暖。欧洲人这边是时常有像这样子的活动吗？有啊，有时间都音乐会、弹钢琴，要不然就是那个剧场，而且很多都是不用钱的。有时间你看台湾，你有时候觉得好像要听个音乐会，你要去个国家剧院，忙个，鸦片都会铺一下躺下来，弹钢琴，因为生活很简单啊，没有那么复杂，这样子。因为提供这个这些时间，你娃的公公们，你妈妈不你的高幼就会比较自在开放的。所以会有影响到你现在对小孩子现在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吗？以前你嘛无限啊，做西啊，睇到卡做加工啊，係咪？啊，生日都做乜嘅，唔會講安度呀。咁嘛，嗰行嗰度鄰居嗰度乘涼，啊等放學啊，都興啊，去探險去什麼的。我們小時候的生活真的是這樣，沒有那麼多的什麼才藝要學啦。啊，講個那童年的經驗啊，對一個人一生很重要。一個童年其實是一個基礎，你知道嗎？我自己這樣覺得啦，所以我個小朋友生也一樣的童年，有乘涼，興愛，然後這樣在草原那樣跑來跑去的，跟他們一起，然後享受這麼短的這種時光，按到呢個給我太陽呢，如何輕嘅，是講你老公呢是懂皮膚嘅哦 ，Simon， 那你平常工作這麼忙，你是不是覺得6日就是要把時間留給家人？也没有办法，他们就7點早上起来了。应该不是被逼的吧？如果你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工作 ，every day， 从早上到晚上，就是星期6、星期天你就要跟你家人那个 spend time 一起出去玩。有时候我还想说，也不一定要出去玩什么，可是他一定哦，礼拜五晚上就开始上网去请个兴爱聊，一定我安尼。你会想到安尼？你给你吃过你有嘎达的胡萝卜？有啊，有啦，你。You are a very good husband, yes. 当然。那你觉得在这边你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刚刚你看安尼土生年呢，自家土这样子完完整整、扎扎实实的记，安尼自家土生年安尼3年、4年安尼，啊公公安尼够好啊，也不用挣扎有没有要在工作或是家庭。在台湾啊，各种妈妈来同学讲，我又想要顾孩子，我又想要工作，我又怕顾了孩子我没了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一个妈妈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那个事情哦，真的都有一体两面啊。就困你去给他用很凶，觉得人家可能觉得你很孤独，你反而觉得我不需要去犹豫。人家觉得你在外面没有人帮助你，你反而觉得自己可以学得更独立。我觉得这个想法让我今天真的上了一课。我很谢谢你们今天来这边找我们这么一个平凡的家庭这样子。对。还有啊，就人家困你啊对啊，你做在本你妈妈、爸爸提供，过到懂后，什么？他
们要保重身体哦，应该要过去一转。啲老祖乡子一户人嘅互通度，能感受到清真切嘅幸福。虽然祖乡子讲到充满物界，不过像安尼宽野国家、族群、有价值观嘅婚姻，有行较多嘅障碍要去克服。無論係做鄉子，行起山山，佢哋都充滿冒險嘅勇氣。一家8點背包嘅航向世界，係為到愛情跨越文化嘅限制。祝福佢哋，咩期待人哋波蘭做下嘅下一段旅程。So, what's your feeling about all the feeling journey with us? Well, we were very stressful in the beginning because we are a very professional group. We didn't know how to prepare and so on. But after we meet you, you are very friendly to us. Everything is going well. Yes, and exactly. It's super nice to just be with you. And I would say like it'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and we all learn a lot about it. 对，就一开始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嘛，因为就觉得哇塞，这个这么专业的电视台要来。但是后来呢，就觉得大家人真的都很好，然后从你们身上我们也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非常感谢你们。Thank you so much. 那说完跟我们台湾乡亲说声再见啦，拜拜。Okay, see you next time.